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係溫以眾傳道。今日我哋會一齊嚟到去思想哥林多後書第5章嘅經文。喺進入經文之前，我想先問大家2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係你有冇人生清單？亦即係話你有冇一啲願望或者目標係你人生當中想要完成嘅？人生清單可以係關於好偉大嘅志向，但亦都可以係非常個人化嘅。例如有啲人嘅人生清單係想喺職場上面達到某個高度，所以佢哋每年都會設定想達成嘅目標，為嘅係有一日可以實現自己嘅夢想。亦都有啲人嘅人生清單係睇遍世界嘅風景，所以佢哋每年都會搜尋資料，四處旅行，去探索新嘅地方。咁就嚟到第2個問題啦。如果有人生清單，咁喺你嘅清單入邊會包含啲乜嘢呢？返到新約時代，如果我哋同哥林多嘅信徒提出相同嘅問題，好可能會得到一啲好熟悉嘅答案。佢哋嘅人生清單好可能會同建立自己嘅名譽地位有關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哥林多係一個帶有濃厚競爭文化嘅城市。由於歷史嘅原因，呢個城市喺當時係被重建，但好快佢就成為咗整個行省嘅政治同埋商業中心。作為一個新興嘅城市，當中好多嘅富戶同埋精英都係白手起家，佢哋本身並冇顯赫嘅出身，好多都係退役嘅士兵，甚至係奴隸出身嘅自由人。但佢哋透過奮鬥成為咗企業家同埋社會嘅上流人士。而呢啲成功嘅例子進一步強化咗城市嘅激烈競爭精神。當時嘅居民都樂於追逐身份地位，為此不惜自吹自擂，貶低他人嚟抬高自己。從保羅嘅書信中，我哋可以明顯感受到哥林多嘅教會亦被呢一種風氣所影響。而帶住咁樣嘅理解，我哋開始進入今日嘅經文。喺第5章總共21節嘅經文當中，可以分成2個大段落。第一段係1至10節，保羅用一個非常有詩意嘅方式脫去帳篷嚟講述人終將面對死亡。地上嘅帳篷可以理解為今生嘅生命，當然亦包括生命在世所建立嘅一切事物。保羅肯定佢嘅價值，但係同時指出呢個生命呢啲所建立嘅事物都係受時間限制，最終會被死亡所勝。反觀天上嘅房屋，亦即係神所預備嘅永恆生命，卻可以勝過死亡。因此，當信徒喺生命入邊做出不同嘅選擇時，保羅提醒我哋喺咁樣嘅前提下，生命嘅重點唔在於建立咗幾多，而係在於建立同埋選擇嘅過程是否得主嘅喜悅。因為我哋最終都要喺基督嘅審判台前顯露出嚟。但究竟要建立啲乜，選擇啲乜，先可以得主嘅喜悅呢？呢個正正係11至到21節要回答嘅問題。保羅以基督嘅死指出神對跟隨者嘅期望。喺15節入邊，佢話他即係基督替眾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，乃是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。考慮到哥林多信徒嘅背景，保羅好可能係提醒緊佢哋，哥林多社會所提倡嘅競爭文化，為自己追名逐利嘅舉動，並不合乎神對信徒嘅期望。神期望人能為主而活。咁點先算為主而活呢？保羅透過解釋基督嘅職分嚟回應呢個問題。喺18節入邊，保羅話神藉住基督使我哋與他即係神和好，又將勸人與神和好嘅職分賜俾我哋。喺一個高舉個人成就、熱衷抬舉自己嘅文化下，保羅勸勉信徒喺建立同埋選擇嘅過程入邊，唔好忘記人最終嘅結局。帶住咁樣嘅提醒，重點唔擺喺可以喺生命入邊建立幾多，而係擺喺究竟我哋是否討神嘅喜悅。具體嚟講，我哋應該選擇同埋建立啲乜嘢，
如果參考神嘅期望同埋基督嘅職分，信徒喺生活上嘅一言一行，以及喺生命當中所渴望建立嘅成就同想要達成嘅目標，都應該以勸人與神和好為考量嘅基礎。咁意味住我哋唔單要着重口中所傳講嘅福音信息，同時我哋亦都要着重我哋喺生命入邊嘅各項選擇，要去活出被福音轉化嘅生命，為要勸人與神和好。保羅嘅教導提醒我哋，在世嘅生命係有限嘅，但神對呢個有限嘅生命係有期望嘅。而帶住咁樣嘅盼望，你又會點樣喺生命入邊做選擇，去設計你嘅人生清單，並且一步步去實現呢？願神帶領我哋喺即將展開新一年嘅日子當中，一齊嚟到去思考呢個問題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親愛嘅主，感謝你賜下耶穌基督嚟到世上，透過佢嘅死同復活，讓我哋得以與你和好。喺面對人生嘅有限，以及將來喺基督台前，我哋都可以因為咁帶住十足嘅平安去面對。同時，你又賜下勸人與你和好嘅職分俾每一個信徒，讓我哋帶住呢個寶貴而且重要嘅職分去度過生命嘅每一刻。呢個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，所以求你指教我哋喺呢個時代，喺呢個城市入邊去做美好嘅見證，使人被你所吸引，得着你所賜嘅平安同埋和好。我哋嘅禱告乃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，阿門。